百風山下由益通風情上城特約播出。益通風情上城，25萬平米加拿大夢想城，擇益城終老，寓一人白首。海關旁夢想家，867505788888。平民自覺，用心表達。百風山下，大事小事，事事關心。加氣站投入使用，環保優惠好處多。49引進葡萄種植，台山水果又添新品種。平民視覺，用心表達，大事小事，事事關心。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睇7月14號嘅百風山下。頭先台山新聞當中提到，台山加氣站已經投入使用。咁究竟呢個加氣站係點樣運作，對我哋有邊啲好處呢？我哋去了解下。加氣站同時擁有液化天然氣同壓縮天然氣兩項加氣業務，呢兩種氣體都屬於清潔能源，可以為全市60輛 LNG 公交車同130輛 CNG 清潔能源出租車提供加氣服務，降低傳統燃油方式帶嚟嘅大氣污染。清潔能源呢就無色無味就環保就對住台城嘅藍天白雲呢都有好大嘅幫助。每次加氣嘅時候，公共汽車需要開到 LNG 加氣機指定嘅位置，然後由佩戴好專業防護服嘅工作人員嚟進行操作。第一步對汽車嘅加氣口進行清洗，確保加氣口嘅乾淨。其次需要對加氣機進行預冷，預冷完成之後就可以對汽車進行加氣。工作人員透露，一輛公共汽車加氣一次可以行駛400公里，滿足全日嘅行車需要。我哋每一日都加氣，保證呢氣完啲車呢唔會話因為冇氣呢而係會泡姣，就係咁，保證市民出行順利。同公交車相比，出租車嘅加氣過程就更加便捷。加氣嘅孔位位於車頭嘅發動機位置，加氣員將加氣管道插入去之後，只需要幾分鐘就可以完成充氣。同傳統嘅加油方式相比，加天然氣可以節省能源25%到35%，而且價格更加優惠。比傳統用嘅汽油車呢，就1公里呢就可以限2毫子左右。點樣過一個有意義嘅暑假？咁相信廣大嘅學生朋友對呢個都有自己嘅諗法。有部分呢就會選擇走進書店充實自己。上週末係進入暑假嘅第一個週末，書店情況係點呢？我哋又睇一睇。上週六下午，記者嚟到市內一家書城，一入門口就見到排隊結帳嘅人將收銀處塞到水泄不通。行入書城，喺一排排嘅書架當中，有人靜靜咁坐喺地上睇書，有人捧住書企喺走道上睇得津津有味，享受住閱讀嘅愉悅。書店負責人介紹，進入暑假以後，嚟書店嘅學生可謂係成倍增長。我哋會提前做足備課咯，一般我哋喺放假之前呢，我哋又會採購啲學生中意睇嗰啲書啊，無論課內啊、課外啊嗰啲書，我哋都會盡一批翻嚟㗎。一到假期呢，我就會加派人手啦，就暫時唔會安排啲人休息㗎啦，同埋收本台啦，我哋都會加多啲收本人員一齊幫手進行收本嘅工作㗎。譚經理介紹，進入暑假之後，唔少家長會陪同孩子到書店當中選購圖書翻屋企閱讀，而到店閱讀嘅人流量最高峰一般出現喺下午3點之後。其中故事小說類嘅書籍最受歡迎，亦都有部分學生會趁暑假到書店睇教科書，提前為學期嘅學習做準備。因為看書給我帶來了很多知識。你喜歡看什麼書啊？喜歡個為什麼？為什麼喜歡看這些書？他給我講了很多的道理。在書店這看書可以增加知識，然後豐富知識面。有沒有說特別喜歡看哪個類型的書啊？我比較喜歡看那些休閒小說以及一些學習作文。喺呢度要提醒到店閱讀嘅小伙伴，一定要養成愛護圖書嘅好習慣，唔好喺書上塗畫或者亂摺疊。睇完嘅書亦都唔好隨地亂掉。
講起葡萄，相信唔少人第一時間都會諗起新疆，咁但係其實喺我市亦都有人開始種植葡萄啦。今日記者就帶你去探訪一下位於四九鎮上朗嘅兩個葡萄園。記者首先嚟到蘇先生嘅葡萄園，喺呢個佔地10畝嘅葡萄園當中，放眼望去，透明嘅塑料大棚下片片綠色，睇到嘅係一株株纏繞喺鐵絲上嘅葡萄藤。咁但如果你踎低仔細觀察，仲係可以發現有唔少嘅葡萄已經開始掛果。老闆同我哋講，佢嘅呢隻葡萄品種叫做夏克。你冇睇佢依家仲係青色咁嘅外表，等到佢成熟之後呢，佢個皮就會完全變成黑色，而且係脆口、香甜、冇核。蘇先生嘅呢一批葡萄從今年3月份開始種植，長勢唔錯，預計中秋節就可以收成，產量達到1萬斤。唔好睇而家葡萄園已經略有規模，蘇先生話當中嘅艱苦只有自己知道。咁由於之前冇種植葡萄嘅經驗，蘇太太更加係冇做過農活，佢哋只能夠借鑑其他人嘅經驗，融會貫通，總結出自己嘅種植方法。主要呢就係話去諮詢我啲老師傅。第一個就係我廣西個表姐啦，佢好多嘢可以教我。桂林一個師傅，佢係最熟悉嘅，佢種咗20幾年嘅葡萄，所以好多嘢我哋諮詢佢。我有時一日打10幾個電話去問到佢都煩。蘇先生園中嘅葡萄仲有相當長一段時間先可以上市，咁但李先生嘅葡萄園當中，一串串成熟嘅葡萄已經令人垂涎欲滴。李先生嘅葡萄園冇大棚遮蓋，喺綠色葡萄藤嘅映襯下，一串串紫紅色嘅葡萄非常顯眼誘人。李先生話呢一個係佢花費咗3年時間種植出嚟嘅成果。之前2年由於資金唔夠，投入不足，葡萄嘅收成一直都唔理想。即係難係到啲方面咯，人工不過一個人有時忙唔過來，又要請下人咁啊。望住今年嘅葡萄總算係少有收成，李先生非常開心。佢覺得自己嘅投入總算係有咗回報。佢希望今年嘅葡萄可以帶嚟更多嘅收入，緩解自己資金短缺嘅情況，加大葡萄園嘅投入。資金就唔夠，如果話種資金夠，種啲葡萄種得係比較優質嘅葡萄，最好嘅葡萄。雖然兩個葡萄園種植嘅品種唔一樣，咁但係同樣嘅係，場主雖然喺種植過程當中都遭遇到困難，但對前景仍然都係充滿信心。佢哋表示將會以農家樂嘅形式嚟經營自己嘅葡萄園，希望客人享受美味嘅同時，亦都能體驗動手嘅樂趣。明年我搭偏啲棚，種咗好優質嘅葡萄，就可以打廣告啊！希望將4九鎮嗰度呢，即係話做成一個區域嗬，種植多嘅葡萄嚟咧，等吸引啲客人嚟呢度採集葡萄啊，嚟玩啊咁樣咯。頭先介紹葡萄園嘅時候，我哋提及到蘇先生係完全冇種植葡萄經驗㗎，咁佢點解要投入到呢個自己都唔熟悉嘅領域當中呢？我哋繼續去了解下。蘇有歡同妻子余翠蓉喺廣州工作咗10年時間，雖然收入唔錯，咁但係大城市忙碌嘅生活令到佢哋感到好壓抑。於是佢哋開始考慮新嘅發展方向，尋找一個適合自己嘅生活方式。就喺呢個時候，種植葡萄嘅想法就喺佢哋腦海當中閃現出嚟。自己想翻嚟，第一個係鍛鍊下身體啦，第二個可以即係話養生下啦，即係投資落去呢，即係話大家可以一個娛樂咁樣，開始採集嗰啲葡萄咁樣咯。講起身就容易，做起身就相當難。咁但係兩夫婦就係靠住對葡萄種植嘅興趣同滿腔熱情，一步一腳印咁行到而家。每日早上5點幾，佢哋就已經喺葡萄園開始工作，中午休息一陣，下午就持續工作到8點。咁樣嘅生活雖然辛苦，但係當佢哋睇到自己親手種植嘅葡萄有變化嘅時候，亦都樂在其中。呢個步驟呢，就係依家要剪咗枝，等佢長芽之後就要有花先可以留果嘅。睇到啲葡萄生得靚嗰陣時咧，自己又好有心情去做，即係特別有時啲葡萄生得唔靚，就喺度愁嗰陣時咧，就心情就唔好咯。跟住啲葡萄生長去，有心情唔好。而家除咗蘇先生兩公婆，佢哋讀2年級嘅女兒亦都間唔中會過嚟幫忙。蘇先生話唔希望小朋友成日都喺屋企，咁所以趁住有假期就會將女兒帶到葡萄園當中。唔好睇小朋友年紀細，做起嘢嚟亦都係有板有眼。我想係鍛鍊下佢，話知道阿爸阿媽喺度做得好辛苦啊，咁佢又感受得到啊嘛，係嘛？
蘇先生話：如果今年嘅收成理想，佢哋將會考慮種植更多嘅葡萄，將自己嘅葡萄園做得更大更好。好啦，今日新聞時間就到呢度。想了解更多資訊，請登錄百豐網3w.tsptv.tv 或者掃描關注百豐網微信。我哋下期節目再見。嗰個鏡線嘅話咧，可能見到為論聽我減肥啊。呢些未來啲鏡線會呢個影響到上幾大嘅改變咧，但係為呢個健康嚟講，都係呢個非常之大嘅幫助咧。平時你有冇講一段機話要呢個好線台咧，都比較導航嘅呢樣嘢。行出去嘅話，你起碼你個維效率都會高喎。馬教練啦，呢個需要探教人咧鏡微比賽喎，係嘛？係啊，即係會方面嘅呢個追求啦。清談節目得閒傾偈，逢星期4、星期5喺台山台播出。曾經走遍世界，先懂得家係心中永遠嘅港灣，大家族嘅聚居首選。台山碧桂園9年積澱，如詩如畫嘅山水大城，酒店、學校、商業等一應俱全。全新白鷺灣二期230至260方山水美穗，幸福里86至139方壓軸精裝洋房，璀璨綻放。碧桂園給你一個5星級的家。